大家好，我係 Sammy。如果大家星期五晚冇瞓到的話，有睇到美股同埋港股夜期嘅表現呢，應該都會嚇一跳啦。事關股市近期升到唔識停，就連美國停擺咧都繼續升喎。但係星期五晚咧就集體跳水啊，Nasdaq 咧就大跌3.56%，跌咗820點啊。標普500指數咧都大跌2.71%。雙雙都創4月初以嚟最大嘅跌幅嘅。咁啊，至於港股夜期都大跌咗1314點啊！哇，呢個跌幅咧真係好耐冇見過啦。點解會跌得咁勁呢？原來咧中美貿易戰又開火啊！事關中國突然咧就話要向美國實施中國稀土嘅出口禁令啦。之後特朗普還擊喎，話要取消同習近平會面，同埋要向中國加徵100% 關稅。嗱，好衰唔衰呢？而家就係10月啊，10月又係傳統嘅股災月份啦，就好似咧成為咗10月股災嘅導火線咁樣。事實上咧，美股都具備咗好多做淡嘅條件嘅，會唔會今次又再出現4月嗰個崩盤式嘅下跌呢？如果真係咧一連出現2次股災，都算係另外一個紀錄啦。究竟會唔會成真呢？今日就同大家拆解。首先講講今次貿易戰嘅來龍去脈啦。過去幾個月，美國已經陸續同唔同嘅國家傾好關稅協議㗎啦。不過中國其實一直都未落實㗎。之前5月達成嗰個日內瓦協議呢，係要等兩國元首正式簽署先至可以生效嘅。咁而家呢，只係大家暫緩徵收關稅嘅啫。8月嗰陣呢，其實延長過一次呢個期限嘅。咁啊，下次協議呢，嗰個死線日期呢，就係11月12號嘅。嗱，本來市場就話咧，特朗普同習近平咧有機會喺今個月底，咁就喺韓國嘅 APEC 期間會面啦。咁啊，正當大家以為咧會有好消息會落實嗰個5月嗰個日內瓦協議啦，點知星期四咧10月9號啊，中國咧突然宣布咧要嚴格管制稀土出口喎，管制嗰啲細節咧唔詳談啦。咁總之咧就係歷嚟咧最嚴苛嘅管制措施啦。咁啊，因為中國咧係稀土嘅主要供應國啊嘛，而稀土咧就係工業上好重要嘅材料嚟嘅，特別係啲高科技產品啊，好似鋰電池啊、晶片同埋軍事裝備咁樣。而今次管制嘅都係軍民兩用性質嘅稀土，對美國嘅影響都唔細嘅喎。所以中國呢個舉動咧，就令到特朗普彈起啦。仲要咧呢個消息發布嘅時間咧，正正就係哈馬斯同埋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啊。咁啊，好似想搶走特朗普促成停火嘅光環咁樣。於是乎就喺星期五10月10號啦，特朗普就喺佢嘅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咧，就先後發表咗2篇宣言啦。第一篇咧，特朗普就話咧已經再冇理由同習近平會面啦。咁啊，並可能咧會大幅增加中國嘅進口商品關稅。而喺第二篇咧就直情寫到明，由11月1號起啊，會對中國嘅進口產品咧就額外加徵100% 關稅。呢個係疊加喺之前嘅關稅之上啊，所以實際嗰個關稅率係超過100%嘅。咁啊，佢仲話會對美國嘅關鍵軟件實施出口嘅管制啦。不過最新嘅消息咧就話咧，特朗普被傳媒追訪嗰陣就澄清翻，未有取消同習近平會面嘅計劃嘅，即係仲有計傾啦。所以在於我嘅角度就係咁睇嘅。今次市場反應咧就好似過敏咗啲㗎啦。咁啊，事關咧，大家經歷咗過去半年啦，都知道咧呢啲出口管制啊、關稅措施啊，好多時都只係一個談判嘅籌碼。尤其是咧，特朗普成日咧都將個頭開到好大㗎嘛。好似之前話加歐盟咧50% 關稅啦，向日本咧就加25% 關稅啦，到最後2個國家都只係加15% 嘅啫。所以咧，投資者應該一早都會預咗咧，美國最後咧就應該唔會加到中國咧100% 關稅咁多嘅。咁啊，事關加咁多的話，美國自己經濟都好傷噶嘛。咁啊，另外特朗普咧就話要向中國加100% 關稅，都唔係第一次嘅啦。今年4月、5月特朗普嗰陣咧都話過要加咁多嘅。
咁啊，當時都已經有大行分析啦。假如美國真係向中國商品加100% 關稅的話咧，美國經濟究竟會有幾傷啊？咁其實啲大行咧都計咗數啊，做咗啲 model 㗎啦。咁因為都已經唔係第一次經歷啦，所以正路唔應該咁恐慌㗎。仲有特朗普同習近平話仲可能會面喎，即係仲有偈傾㗎喎。所以星期五咧一嚟就跌咁多咧，係有啲出乎意料嘅。咁其實咧，美國本身咧都有好多令股市下跌嘅壞消息嘅，但係美股咧就反常地唔識跌，仲越升越勁咁樣。可能今次咧只係大戶咧借中美再爆貿易戰呢個消息咧，乘機嚟做一個股市大調整都唔奇㗎。嗱，咁究竟美股有咩壞消息咧？最新咪就係美國政府停擺咯，有啲政府部門咧就已經咧關門超過10日㗎啦。本來上星期咧公布嘅非農數據同埋失業率都係因為停擺咧，而家都仲未公布到啊！嗱，雖然停擺咧都唔係第一次發生㗎啦，咁啊坊間有人統計過啦，停擺對美股咧其實冇乜影響嘅，因為當政府咧一復常翻咧，大家都係如常咁樣生活嘅啫。但係咧停擺時間短就話冇乜影響啫，但如果一旦拖長又唔係咁計數啊，因為停擺1個月的話咧，政府長期唔做嘢真係影響到民生嘅喎。咁啊，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咧就估計每停擺1個星期咧，美國經濟咧就會有150億美金嘅損失嘅，咁啊會令 GDP 咧就跌0.1個百分點啦。咁啊停擺1個月，即係4個星期啦，損失就係0.4個百分點 GDP 啊。不過可能咧有啲投資者會覺得啦，美國第二季經濟增長都有3.8% 咁高喎，而家美國亞特蘭大 GDP Now 模型咧都預計第三季嘅經濟增長有成3.8%，應該都頂得住咧 GDP 收縮0.4個百分點嘅風險嘅。不過而家最驚就係咧美國就業情況係轉差緊嘅，8月嘅非農就業人數咧就急跌到得返22,000人啦，咁啊遠遠低過預期嘅75,000人嘅，咁所以咧先至會觸發聯儲局9月再減息㗎嘛。咁啊，雖然話減息咧就會幫到經濟啦，但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到就業咧？因為咧我都有同喺我美國嘅朋友了解過咯，咁啊原來咧好多美國企業裁員啊，未必係因為公司盈利真係轉差而 cut 人手啊，而係因為咧 AI 嘅出現啊，佢哋咧純粹咧係因為 AI 可以慳到人手，所以就裁咯。咁啊，如果失業率長期高企，啲人咧最終都係要降低消費㗎。咁啊，某程度咧都會倒翻轉頭影響實體經濟嘅。咁所以美股嚟緊會唔會真係跌咧？其實就要睇個就業情況係咪真係改善到啦。嗱，另一個更多投資者關心嘅就係美股嘅估值太貴啊，確實。美股真係貴到有啲離譜嘅，而家道指同標普500指數嘅市盈率咧都25倍㗎啦，納斯達克指數咧都33倍啊，咁啊預測 P/E 咧道指標指咧都係22倍左右 ，Nasdaq 咧就係29倍啊，咁啊指數通常嚟講咧15倍左右咧都叫做尚算合理啦，高過15咧已經係偏貴㗎啦，咁啊所以美股20幾30倍真係叫超級貴啊！咁估值咁高，啲人期望係高㗎啦，咁所以有咩風吹草動，一有壞消息就好易令個市大跌咯。就好似今個星期有單新聞啦，就係甲骨文嘅，咁佢就話咧同 NVIDIA 嗰個雲端業務啊，嗰個毛利率原來只係得14%，遠遠低過甲骨文整體嘅毛利率70%喎，於是咧就觸發咗 AI 泡沫嘅説法啊，就話其實 AI 業務咧就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好賺嘅，所以觸發咗嗰一日咧好多 AI 股跌嘅，咁所以 AI 股係咪真係值得咁貴咧？
嗱，再加上近2星期咧，又有幾單 AI 巨頭嘅新聞喎，包括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啊，咁佢先同甲骨文咧就簽咗3000億美金嘅數據中心建造協議啦，然後就係 NVIDIA 入股咗 OpenAI 啦，咁啊得到咗1000億美金嘅投資啦，咁啊呢筆投資咧就會用喺興建呢個數據中心嘅，咁但係咧又會用翻 NVIDIA 嘅晶片喎。嗱，轉過頭 OpenAI 咧又走去入股 AMD 啦，用咗幾百億美金咧嚟採購呢個 AMD 嘅晶片，有啲轉數快嘅投資者已經聯想到啦，咁算唔算係 OpenAI 用咗 NVIDIA 嘅錢去收購 AMD 咧？呢種你投我，我投你係一種咧封閉嘅資金循環啦。而家市場又俾咗呢個 term 佢啊，叫做 AI 嘅閉環經濟啊。嗱，我投資你啦，但係轉個頭你又買翻我嘅產品喎，我既係你嘅股東，又係你嘅客。如果一旦咧中間咧有邊個出現財政問題啊，有資金斷裂的話咧，咁都會影響到其他公司冇錢收嘅喎。所以開始咧有人質疑咧呢個先係 AI 泡沫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美股咁高估值咧，全靠 AI 撐起噶嘛。若然真係 AI 泡沫爆破，恐怕呢個都唔係一個短期嘅急跌啊，而係一個漫長嘅調整啊。咁啊，會唔會發展去到呢個地步咧？暫時未有人知啊，因為睇 AI 巨頭咧第二季嘅業績咧，手上佢都有好多現金啊，似乎又未至於去到缺水啊、缺資金嘅地步。咁啊，所以呢個擔心咧係有可能發生，但應該咧就未必係呢一刻咧會發生嘅事嘅。咁啊，仲有一個要提嘅因素咧，就係加密貨幣爆倉啦。咁啊，原來特朗普星期5嗰個宣言啦，觸發咗市場避險情緒。加密貨幣咧，其實咧係視為風險資產嚟㗎嘛，於是咧就觸發咗一啲投資者避險啦，令到加密貨幣咧就全線急跌，比特幣咧就由122000幾美金啦，一跌咧就跌到落去103800幾美金。嗱，雖然之後都有啲買盤掃翻上去啊，但都喺11.2萬美金左右嘅水平啦。咁啊，一日跌咗成1萬蚊美金喎。以太幣都由接近4400美金跌到落去3400幾美金啦。Solana 咧都由最高224美金啊跌到落172美金嘅。咁啊，根據 CoinGlass 嘅數據啊，我 cap 呢個圖嘅一刻咧就係香港時間10月11號嘅下晝2點半，而呢個圖就話過去24小時內咧，全球一共有166萬人咧係加密貨幣爆倉㗎，爆倉嗰個金額咧係高達193.1億美金啊！咁係史上最大嘅加密貨幣槓桿清算啊！其中比特幣嗰個爆倉金額係54億美金啦，以太幣咧就係44億美金嘅。嗱，最大一宗爆倉交易咧係嚟自以太幣對 USDT 嘅合約啊，價值咧係達到2.03億美金咁大喎。而幣圈中咧嘅第3大穩定幣 USDE 啊，仲出現過閃崩嘅現象啊，一度咧最低見過0.65美金嘅。大家要知道穩定幣咧係同法幣掛鈎噶嘛，咁 suppose 咧係同美金1對1噶嘛，哇！你跌到落去0.65喎，仲唔驚咩？不過之後好快修正翻啦，而家咧都係上翻去正常水平啦。大家要知道啊，今年有唔少嘅傳統資金係流入咗去加密貨幣㗎。今次特朗普咧引發咗加密貨幣呢邊嘅暴跌啦，咁啊觸發咗龐大嘅槓桿清算啦。又會唔會轉過頭嚟影響翻傳統市場呢邊呢？因為可能咧真係有啲人咧要沽咗傳統嘅股票資產攞嚟補倉啊，又或者會唔會真係有啲上市公司啊，又或者基金炒窿咗加密貨幣呢？咁如果真係有的話，咁啊有機會出現一個火燒連環船嘅資金斷裂啦。所以幣圈呢一個咧係潛在嘅炸彈嚟嘅。今次爆倉之後，仲會唔會有後續呢？嗱，就算今次冇事啊，如果嚟緊仲有其他嘅加密貨幣爆煲啊，會唔會真係咧會最後影響到實體金融呢？嗱，呢個大家真係要密切留意啊！仲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咧，就係日元拆倉啦。事關星期5咧，除咗
加密貨幣閃崩之外咧，日元都有喎。咁啊，之前咧因為咧高市早苗有機會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啊，咁啊市場認為佢咧會奉行呢個寬鬆嘅貨幣政策，所以咧日元就跌啦，美元對日元咧就升到上去153嗰啲位嘅。據聞咧有唔少嘅盤咧係打算做淡日元嘅。只不過去到星期五啦，突然爆中美貿易戰啊，咁啊資金避險之下咧，日元急升，美元對日元一日之間咧就由153又跌翻落去151啦，咁啊引發咗唔少嘅日元空倉嘅平倉啦。嗱，大家如果仲記得舊年7月底8月初嗰陣咧，都試過發生過一次日元大拆倉㗎。嗰時咧美元對日元咧就由155水平啊，短短幾日咧就跌到落去最低141喎，咁啊觸發咗一個環球嘅股災啦。當時咧我都有做片同大家咧去拆解呢個局勢嘅，有興趣大家可以睇翻嗰條片啊。今次日元又突然間升得咁急，再引起拆倉潮都唔奇嘅。不過嗰個規模咧就應該冇舊年咁大嘅，因為事關美國咧而家減緊息㗎嘛。而日本咧都加過息嘅，咁啊美日嗰個息差冇舊年咁闊嘅啦，套戥交易咧就應該冇咁猖獗嘅。嗱，大家見到啦，星期五嘅急跌咧，未必咧全部因為一個單一事件嘅，其實咧就係特朗普 Truth Social 嗰個 post 咧就成為藥引啦，咁啊引發咗咧高估值嘅 AI 股回吐之餘咧，仲有咧就係加密貨幣幣災同埋日元拆倉咧疊加埋一齊所致啦。但係要令到咧進一步有更大型嘅股災咧，就要睇下咧市場會唔會出現有資金斷裂啊，而令到咧市場有一個恐慌性拋售啦。嗱，密切留意咧星期一會唔會有更多嘅餘波出現啊？不過今輪如果真係出現急跌的話咧，可能就係大家咧可以低撈平貨嘅時機啦。咁啊，始終日元拆倉啊、加密貨幣爆倉都係一啲比較短期嘅影響啦。嗱，雖然 AI 係有泡沫啊，但係如果咧佢因為股災咧跌咗落嚟喎，咁啊估值平咗，咁即係冇泡沫啦。所以咧呢個反而係咧平買賺到錢嘅 AI 股嘅好時機啦。咁啊，始終 AI 咧都係未來發展嘅大方向啦。大家見到咧越嚟越多人用 AI 嘅，嗱呢一個咧真係另一個不能錯過嘅大趨勢嚟嘅。所以一句啦，有危先有機啊嘛。今集嘅內容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如果大家覺得我呢條片有用嘅，記得 like、share 同埋留言支持啦。仲有訂閱我呢個頻道。下次見啦，拜拜。